全地都宣扬，同心高举全能，指望你荣耀掌权，主你大能叫一切都更新，我在你的释放，不再受到捆绑，你是一切所需，愿世界看见我为主发光，愿世界看见我为主发光，我为主发光。哈利路亚！让我们把赞美都归给我们的主耶！哈利路亚！是的，主啊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感谢你，谢谢你用那无尽的爱来爱我们，拥抱我们，拯救我们，挪去我们心中一切的忧虑，一切的恐惧。无论在你的眼中，我们是什么模样，主啊，你永远都不放开那带领我们的手。我们一起从头来唱。听见你温柔声音，挪去我所有恐惧，黑暗中你呼唤我走向你，敞开我心。过去我风闻有你，如今却亲眼见你，我决定不再依靠我自己，一生只为你。在我身上没离开过，不停守候着我，你无尽的爱拥抱我，虽跌倒软弱，仍爱我，在你眼中看见真实的我，释放我自由。过去我风闻有你，如今却亲眼见你，我决定不再依靠我自己，一生只为你，在我身上不离开过，不停守候着我，你无尽的爱拥抱我，虽跌倒软弱，仍爱我，在你眼中看见真实的我，释放我自由，你牺牲的爱拯救我，用滴汗诉说，不放手，在你眼中看见真实的我，你是全所有。你无尽的爱拥抱我，虽跌倒软弱，仍爱我，在你眼中看见
不说，不放手，在你眼中看见真实的我，你是全所有。是的，主啊，我们要将自己摆上，成为你的器皿。当我们来赞美你、来跟随你的时候，主啊，你的恩膏就要浇灌我们、更新我们，使我们重新充满从你而来的能力。是的，我们全人、全心都要来交托给你，完全的来依靠你。将自己献上，当作活祭，做出圣洁贵重的器皿。你丰富恩惠必充足浇灌我，使我瓦器里充满莫大能力。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，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，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呼召，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。将自己献上，当作活祭，做出圣洁贵重的器皿。你丰富恩惠必充足浇灌我，使我瓦器里充满莫大能力。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，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，
弟兄姐妹，我们举起我们的手，闭上我们的眼睛，来向耶稣祷告，将你的心向耶稣来敞开，让圣灵带你的心，你想对耶稣说的话，我们就把它祷告出来。耶稣，我爱你；耶稣，我渴慕你；耶稣，我感谢你；耶稣，我恳求你。我们一起来向耶稣来祷告。我数到3，我们就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。1、2、3。主耶稣，耶稣，我们爱你。耶稣啊，耶稣，求你来帮助我。耶稣，求你来帮助我，帮助我，帮助我。哦，主耶稣，求我赞美耶稣，我赞美耶稣，我感谢耶稣，我感谢耶稣。哦，亲爱的耶稣，我爱你。耶稣，我爱你。耶稣，我爱你。哦，主耶稣，我爱你。耶稣，我爱你。耶稣，我爱你。高举双手。百切荣耀归给耶稣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拍掌把荣耀归给耶稣，哈利路亚。弟兄姐妹，大家请坐。我们一起来读一段圣经，来自我们这个月的每日灵修马可福音要来读的是马可福音的第10章23节到31节。耶稣周围一看，对门徒说：“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呐！”门徒稀奇他的话，耶稣又对他们说：“小子，依靠钱财的人进神国是何等困难！骆驼穿过针的眼，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。”门徒就分外稀奇，对他说：“这样谁能得救呢？”耶稣看着他们说：“在人是不能，在神却不然，因为神凡事都能。”彼得就对他说：“看啊，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。”耶稣说：“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，或是弟兄姐妹、父母、儿女、田地，没有不在今世得100倍的，就是房屋、弟兄、姐妹、母亲、儿女、田地，并且要受逼迫，在来世得永生。然而有许多在前的，将要在后；在后的，将要在前。”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再次在周6的晚上召聚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。谢谢主耶稣，在我们的生活，在我们的心，在我们的周遭带领我们的人生。我们求你借着今天的话，让我们在求主圣灵帮助我们，借着今天圣经的话，让我们能够再一次听见耶稣的呼召，来回应耶稣的呼召。我们这样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大家平安。很高兴能够在这个礼拜6晚上再次来跟大家一起敬拜，一起分享上帝的话。今天要继续用马可福音，之前在分享马可福音的门徒训练，马可福音的团队服事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是马可福音的得救生活。马可福音虽然短短的只有16章，但是耶稣借着他所说的话，彼得他的学生彼得把耶稣所说的话都记下来。讲到得救，你会想到什么？你人生当中从小到大
有没有哪一次让你印象很深刻的得救经验？可能是一场大病，可能是一个车祸，是一个意外，可能是一个考试。今天下午有小组好分享，好有人分享作弊，好这个作弊好不晓得有没有得救？但是人生当中好的确需要得救。当我们人生，帮我按下一页，好像这个刚才没有测试哦，可以吗？有下一页吗？好，当我们人生溺水了，当我们人生好像在一个挣扎当中，你可能会呼喊救人啊，救命啊，救命！如果有能够把你救上来，好，那是多么一件可贵的事情。我记得我念国小的时候，学校有游泳课，好，那游泳课当中就让我们要游泳。那从游只有短短25公尺，可是25公尺快要游到的时候，真的就是游不过去，好，就在那边一直挣扎，一直挣扎，好，然后你也看不到，然后都是水，就像这个画面一样，好，所以印象很深刻。可是呢，就有一个人，其实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是谁啊，他就把我拉上来，好，就拉上来，那个拉上来让我真的从小觉得哇，我有得救，好得救的感觉啊。而这样在这个礼拜，好，我们发生的这个新闻，社会新闻，好，这个关于台北新北市的这个社工好访视好一个只有1岁的一个小孩，叫做凯凯。好，这个凯凯好，当他被虐待，好，当他被了他的保姆拔指甲，好，然后打，然后做很多惨无人道的事情的时候，有人听到他哭声，好，他已经都哭得这么大声，如果有人能够去停止，去把他救出来，好，那对他来讲，真的就是他的人生好能够得救。我相信在我们的人生当中都有不同的经历，好，但是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讲，我们能够信耶稣，好，代表我们已经得救。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，我们信耶稣代表我们得救，我们信耶稣代表我们得救。可是很多人信耶稣，好，觉得自己得救，但是不晓得耶稣怎么救我们，因为好像人生信耶稣就是很自然，信耶稣就是很开心，信耶稣就是很顺其自然，然后很容易，好像也不用什么挣扎，也不用什么痛苦。但是当我们知道说耶稣把我们从哪边救出来的时候，你才会知道说啊，耶稣他真的救了我们。所以耶稣救我们，把我们从哪边救出来呢？他是把我们从那个老我，从那个罪好能够救出来。越年轻的时候，你越没有感受。可是当你越有个年纪，好，当你知道你自己是一个不好、不完全、不完美的人的时候，你越有深刻的感受。好，真的是耶稣救了我，把我的生命改变出来。得救除了信耶稣，得救还代表一个终极的盼望，就是我们要进天国。所以我们要得救，不是只有受洗那个时候，而是在我们受洗到要进天国。所以今天下午我们有一个信徒讲座，好的最后一堂课的分享就是，人生有各种风险，但是对我而言，最大的风险就是你信了耶稣，当了一辈子的基督徒，可是你却到了天堂门口。你刷卡刷脸居然不能进去，过不了关，这是一个最大的风险，就是你搞不清楚为什么我都已经受洗了，我都已经信主了，我都已经成为基督徒了，还这么久了，甚至可能还去传福音、读经、祷告、奉献，什么都有做，到底哪里出了问题？所以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进天国。耶稣说，好，我们把这个字说，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天国。这是马太福音第7章，耶稣在登山比喻里面说，不是每一个都是呼喊说主啊主啊，好，呼叫耶稣的人，耶稣就认得他，耶稣就会让他进去，而是唯独什么遵行天父旨意的人。所以问题来了，进天国，耶稣很明确的告诉我们，你要进天国，你要知道什么是天父的旨意。知道还要去行道，你有没有去行？如果你都知道，可是没有去做，那这样子还是不能进天国。所以我们怎么样知道天父的旨意？很简单，好，就是打开我们的圣经，从圣经当中创世纪到马拉基书39卷，从马太福音到启示录27卷，这66卷书，好，它的目的就是要帮助我们明白天父的旨意。好，所以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，圣经就是要帮助我们明白天父的旨意。圣经就是要帮助我们明白天父的旨意。谢谢。如果我们没有圣经这本书，你觉得全世界的人他如何找到上帝？
每一个人用他的不同的方式，有的认为上帝要去山上找，有人认为上帝要去海底找，有人认为上帝要去外太空找。每一个人用不同的方式去找上帝，但是因为有圣经这一卷书，让我们知道上帝他的样子，他的形象，让我们知道上帝他的性格，让我们知道上帝他的本性，他的本质。而且你知道上帝这一切之外，你还知道上帝的心。如果你结了婚，好，你有喜欢的人，你跟你喜欢的人结婚住在一起之后，你就越来越知道，不是只有认识他的外表，认识他的外貌，你还认识他的心。你跟上帝的认识也是一样，跟上帝的关系越久，你认识的不是只有上帝他到底说了什么话，做了什么事情，什么是他高兴，什么是他不喜欢，你还知道上帝的心，你会知道你现在做的这件事情，他上帝的反应是什么。好像我结了婚，好，我只要我甚至连在讲道上面，好，我讲道呢，好的讲道，如果我只要看牧师娘，她看我一眼，我就知道牧师娘要跟我说什么，她要叫我做什么。你讲太快了，好，她只要跟我眨个眼睛，或是她只要做个表情，好，你讲太久了，好，我就会知道，好，赶快讲，赶快结束，赶快结束。当我们跟人的关系可以这样，你跟上帝的关系也可以这样。好，所以再次跟你另外旁边的另外一个人跟他说，你跟上帝的关系也可以非常的亲近，你跟上帝的关系也可以非常的亲近。亲近就是你知道天父的心，你会以基督的心为心，而不是只有自己想自己想的，而是你会去照天父所想。所以今天我要透过马可福音讲得救的生活，耶稣已经告诉我们的，唯独什么？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天国。而天父的旨意你要怎么样知道，还要怎么去遵行，这里就有2件事情。而牧师要带大家从马可福音看4件事情，来看关于我们的得救。得救第一件事情是关于5饼2鱼5饼2鱼是福音书当中每卷福音书都会记载耶稣的神迹，但是所有的神迹呢都不一定每卷书都会记载，只有一个神迹在马太、马可、路加、约翰都有记载的，就是这个叫做5饼2鱼。为什么它这么重要？因为它不同的人、不同的年代、不同的时间，但是他们通通记下了这个神迹。约翰福音记了耶稣第一个神迹、第2个神迹，但是马太、马可、路加、约翰通通记下了这个5饼2鱼的神迹5饼2鱼的神迹是在马可福音第6章，这其实是从头到尾。我不会从头念到尾，但是我要让大家看这个圣经，彼得他写给我们的，就是第6章里面，其实讲到耶稣来到他的家乡，而在他的家乡里面呢，拿撒勒他不受到尊重，所以耶稣不能够在那边行神迹。后来耶稣怎么做呢？这就是上个礼拜6，我没有在这边想要跟大家分享的。耶稣他怎么样？他透过他的团队，他的12个门徒去传福音，所以耶稣不能在他的家乡行神迹，他就派12个使徒两个出去，然后就在那个加利利地区传福音。结果呢，他的团队呢比耶稣一个人在那边传福音效果还要好，所以耶稣的名声就在那一带传开。然后呢，就很多人来到耶稣的跟前，要听他的教训，从早上听到晚上，听到太阳下山了。所以呢，耶稣他就要休息，可是这些人听的还不想离开。哇，如果牧师讲到这个半夜12点，然后大家还不想要结束，牧师继续讲，那我也觉得很光荣。可是以我们人来讲，是不可能的，真的是很困难。可是呢，耶稣就对他的门徒说门徒就对耶稣说：“老师，赶快让他们回去吧。老师，你讲太久了，赶快叫他们回去。大家都饿了，回去的路还远。”耶稣就说：“你们给他们吃吧。”他们说：“我们哪来这么多食物给他们吃？如果我们要给这么多人吃，大概要花200个银子，就是200天的薪水，200天的薪水才可以去喂饱这么多人。”所以耶稣就告诉他们，就第2个问题问说：“你们有什么？有什么？”第一个是你们给他们吃，第2个问他们问题：“你们有什么？”结果他们真的出去找回来之后，大家东西可以吃的都吃完了，只剩下安德烈找到一个小朋友，这个小朋友呢拿了5块饼2个鱼，说：“他还剩下5个饼2个鱼。”我相信这也是他吃剩下，或是他还有的。可能他前面都吃别人的，然后后面自己还剩下5个饼2个鱼。可是呢，耶稣怜悯这些人，教导这些人，
最后的目的就是要喂饱这些人哦。所以我们传福音，有时候我们跟人家分享好消息、上帝的话，是要让人的身心灵都得到帮助。如果你只有跟一个肚子饿的人跟他说耶稣爱你，耶稣爱你，然后什么都不理，再来就离开了，好，其实这样的服事好是不完整的、不完全的。好，你可能就要像敏媛好当社工，耶稣爱你，耶稣爱你，然后还要去家里面好去关心他，去探访他，然后去家访，好，然后去做记录，然后每个月来，每个月去，好，你们每个月去家访，好，有去家访哦，好啊，真的有家访下来。好，真的有做记录哦，不是造假的哦。好，现在这个礼拜凯的新闻，哈，社工居然被上铐，好，而且还是台大的，好，这个是让我们看到真的是不可思议。好，我们就已经这么缺社工了，可是好，我们还不晓得真相，好，所以我们也不能够妄加的定论哦，谁错了，谁不对，怎样怎样。可是耶稣他来家访我们，耶稣他还带食物给我们，他还带礼物给我们，让我们的肚子得到饱足。所以耶稣好告诉门徒说：“你们给他们吃吧。”这一句话其实就是他们到底吃的是什么？吃的是那5个饼还是2条鱼？好，其实耶稣说他们吃的是你们，就是这些的门徒，这些的使徒，他们从第6章一直到后面5饼2鱼努力的成果。好，所以如果我们读了整段的圣经，你会发现5饼2鱼的神迹并不单纯就是一个5饼2鱼的神迹，他告诉我们的是耶稣在他的家乡没有办法行神迹，可是却透过12个使徒，他们出去的团队服事，然后他们最后终于喂饱了5000个人，而且5000个人是男人，就是20岁以上的男生，表示说还有女生，表示说还有小朋友，因为至少你看到有小朋友，所以那个地方至少可能加起来是上万人哦。所以5饼2鱼，好，最感人的不是那5个饼2个鱼，好，当然那也很感动，还有那个小朋友的奉献。可是最感人的是，耶稣拿起饼来，祝谢了，拨开就递给门徒。所以5饼2鱼要告诉我们的就是，我们要分享。好，我们在上这个国中生命教育的这个课程里面哦，有一句话说：分享的快乐加倍，然后呢，分担的痛苦减半。好，大家说一次。分享的快乐加倍，分担的痛苦减半。耶稣拿那5个饼2个鱼，当他擘开的时候，好，代表的已经不是你们，而是他自己。所以耶稣是把那个饼、那个鱼，他自己的身体、他自己的生命拨开，分享出去，分享给这么多需要的人、渴慕的人。这群人是真的渴慕上帝的话，真的是从早跟到晚，而且还不休息，而且耶稣已经离开了，他们还追，跑到耶稣的前面来等他，所以耶稣就怜悯他们，耶稣好，他就喂饱他们，好，所以教导他们，然后喂饱他们。所以5饼2鱼让我们学习的就是我们的生命可以拿什么跟人家分享。好，所以想一想看。你的生命可以拿什么跟人家分享呢？好，你很会唱歌，你可以分享你的歌声；你很会煮，你可以分享你的手艺；你很会吃，你可以分享什么？分享你的胃口，好，分享你的吃的味蕾、味觉。好，你很会睡觉，你可以分享什么？我也不知道可以分享什么。好，你很会睡觉，你可以分享那个睡觉的很 peace、很安宁的这个样子。每一个人的生命好，都可以有一些的分享，有一些的回馈，也可以有一些的贡献。有时候分享，有时候是分担。好，所以我们看到有人生命的不足，生命的缺乏，你也不用做什么，你就听他讲，你就分担他的痛苦，他的痛苦就怎样，马上砍半，少一半。所以你甚至你不用做什么，甚至你听完之后说，那我们一起做个祷告，你就真的是在分担他的痛苦，让他的痛苦减半哦。所以你有机会，好，虽然你不一定每个人都有机会当社工，但是每个人都有机会，好，可以去分担人家的生命当中的痛苦。每个人都有机会会听到你周遭的人，好，他可能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。如果你能够在那个当下听他说，听他讲，然后为他祷告，我相信这也是在分享5饼2鱼好的一个得救的生命啊。马可福音第2个故事让我们看到，这在第8章。一个因信称义的信心生活。马可福音第8章，好，讲到耶稣，他从他的加利利下面那个湖海，
然后呢绕了一圈去到推罗西顿，然后来到了最北边，好，该撒利亚腓立比好的这个境内，好，其实就是离开犹太人的地盘，来到了这个黑门山下，好，这大概是耶稣有记载去到最北边的地方。他去到那个地方之后，他在那边问了一个问题啊，他那个问题问说，他对他的门徒说：“人们说我是谁？”就是他在该撒利亚腓立比，好，这个不是已经是犹太人地盘的地方，这一群人他们说我是谁？所以呢，他的门徒就回答耶稣说：“啊，有人说，好，你是施洗约翰；有人说你是先知以利亚；好，有人说你是其中先知的其中一位先知啊。”然后呢，耶稣接下来他就问彼得，好说但是第一个问题说人们说，这里的人们说我是谁？接下来第二个耶稣问题说，你们说，你们就是跟随耶稣的人，你们说我是谁？第一个回答的好是谁呢？就是马可福音的作者的师父彼得，他就抢先回答。他说，彼得就说：“你是基督啊！”好，你是基督。所以彼得第一个抢先回答，而且他也说出了标准答案。基督是什么意思呢？好，基督就是 Christ。好，基督它是 Christ， 是这个希腊文，它是从旧约的希伯来文来的，它的意思就是弥赛亚。好，弥赛亚。而弥赛亚这个的意思呢，好，它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受膏者，好，被膏抹的人，受膏者。所以我们说耶稣基督就是耶稣，他成为弥赛亚，意思就是耶稣他成为受膏者。那在圣经当中，哪一些人需要受膏呢？受膏抹。第一个就是君王，好，君王他要成为君王的时候，好，他要接受膏抹。第二个就是祭司，祭司他要成为祭司的时候，他要受膏抹。第三个就是先知，先知他要成为先知，他要受膏抹。所以以利亚也膏抹以利沙。君王、先知、祭司都是受膏者，而耶稣是君王还是先知还是祭司呢？答案是三个都是。耶稣是君王，是先知，是祭司。跟你旁边的人说，耶稣是君王、先知、祭司。耶稣是君王、先知，也是祭司，他就是弥赛亚，所以他符合所有的弥赛亚基督的条件。所以我们常常说基督，基督其实就是在形容他受膏者、君王、先知、祭司这样子的被上帝所膏抹的身份啊。但是呢，刚才有讲该撒利亚腓立比，本来他们是在南边加利利，然后绕了海边，到了地中海绕了一圈，到了北边。本来是在犹太人地盘，到了外邦人的地盘，然后耶稣好已经在外邦人当中都认识了。耶稣不是只有在加利利五饼二鱼那个地方好，而是在外邦的地方，他都听到是以利亚了，都听到是施洗约翰了，都听到是先知了。好，所以当彼得给予正确回答，你是受膏者。那在马太福音后面还有一句话说，永生神的儿子。然后，如果这个马可福音没有写，但是你去看马太福音，好，第18章，耶稣就在那边称赞他：“你是彼得，好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磐石上面。”然后第二句话就说：“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。”好，还记得吗？有没有读过？天国的钥匙可以做什么？钥匙是拿来干嘛的？钥匙，现在没有钥匙，现在都是这个磁扣。好，磁扣钥匙也是一样，你有这个磁扣，你就进得了门；你没有这个磁扣，你怎么用，好就进不去。天国也有钥匙，天国的现在应该要说，我要把天国的磁扣给你。啊，你拿着天国的磁扣，等到你有一天你真的到天国的天堂大门的时候，磁扣一刷，哔，门就开了，哇，你就可以可以开心的进去。可是你也拿着磁扣，就一逼，当当，好进不去，好，然后再逼，当当进不去，哇，你就要开始紧张了。耶稣对彼得说，他的信仰告白是正确的，这是一个因信称义。我们说因信称义，就是你有正确的信心，而且被神正确的接纳。好，因为信心被上帝称作义，义的意思就是对的。好，英文都翻作 righteousness， 就是对的。你上帝的眼中，你是一个对的人，在上帝的眼中，你是一个义人。义人就是对的人。正确人，为什么他是义人呢？因为他的信仰告白、信心是正确的，
他就拿到天国的磁扣，天国的钥匙。好，所以这一件事情在这边发生之后，好，不管是马太、马可福音，在这个事情之后发生了一个转捩点。这个转捩点就是从这一件事情之后，耶稣的身份被正确的信仰告白，他不再是什么弥赛亚，他不再是什么以利亚，他也不再是什么施洗约翰的，他也不再是什么先知的，而耶稣已经被人家所认出，他是神的儿子，是基督，是弥赛亚，是受膏者。从此以后，耶稣的传道多了一件事情，预言自己要受难，预言自己要受苦受难。如果你读圣经的时候，你发现这句话，好，从此，然后这个此是什么此呢？就是这一件信仰告白、因信称义之后，耶稣他就开始转换他的服事的尾声。好，到第3段就是他要受苦上十字架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正确的信心可以帮助我们得救。好，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，正确的信心帮助我们得救。就是你拿到天堂的磁扣，天国的钥匙，然后你有一个正确得救的信心，你拿到磁扣之后，可是天堂还没有到，那怎么办呢？你现在拿到天国的钥匙，如果你有一个正确的信心，拿到天国的磁扣之后，那接下来怎么办？得救的信心是要承担哦。好，大家说一次，得救的信心是要做什么？承担。为什么承担？因为耶稣承担什么，我们就要跟他承担什么。从此，耶稣就预言他要受苦，他要受难。所以，一个有信心的人会得救，但是一个有得救信心的人，他愿意承担。当都没有人来聚会的时候，没有人可以出来带领聚会的时候，他承担，他就出来带领。当都没有人出来搬椅子的时候，他愿意出来搬椅子，他承担，他出来带领。当都没有人出来愿意服侍担任小组长的时候，他愿意出来承担，他有得救的信心。所以牧师在教会，好，这样已经二十几年了，20几年过去，真的可以看到有一些人他出来承担，这些人就可以让我看出他们有那个得救的信心哦。他们不是只有宣告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，而是他们真的是用这样的信心，好，在承担耶稣所承担的。所以当在教会的服事当中，或是当我们的生活，或是你的学校，或是你的工作，有一些工作没有人去做，但是基督徒他有得救的信心，很多人都吓得要死。好，譬如说当这个 COVID-19 好开始在台湾这个大流行的时候，那时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那时候的卫福部长陈时中，然后呢他去那个基隆码头，好，有一艘这个游，那时候我还在美国，然后看到这个新闻，真的是太佩服他了。那个游轮不知道是去哪个国家，欧洲回来之后，好，然后停在那个码头，然后说上面有很多人确诊，但是我们的卫福部长呢，他是怎样带头上去那一艘，然后带着医护人员，穿这个防护衣，然后上去这个船上面，然后去看上面的人，确认他们这个医检的工作好，都 SOP 都正确，所以你可以发现这个部长他真的是厉害，惊死啊！好，如果通常是一般的这种做官的心态，一般是这种这个老大的心态一定是这样，先叫喽去，好，先叫下面的去，好，要死也是死别人。另外一个新闻，好，这是我那已经回来台湾看到新闻是，之前那时候是台北市长，好，台北市的市长。姓柯的，他呢，好，就带了一群人呢，好，去玩漆弹。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新闻。玩漆弹的时候呢，那个市长呢，他很聪明，他怎么样？从头躲到尾哦。人家玩漆弹，然后都马上砰砰砰，然后就开始找人就射。但是那个市长呢，从头躲到尾，到最后他才现身啊，好，都让别人先死这样子。好，这个就让我看起来啊，好，这一个部长跟带头去那个有疫情的船，跟一个市长，好，却叫他的部下先通通去中弹，好，然后最后自己很高兴的挖北戏这样子。你觉得哪一个是有信心的人，得救的信心？所以马可福音第8章，耶稣在该撒利亚腓立比，让他的门徒看出
正确的信心，而且告诉他门徒，你有这个正确的信心，你就要学习承担了。第三个故事也是同样在这一段圣经的后面，当他们有这样的信心之后，耶稣告诉他们说，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，被长老、被祭司长、被文士弃绝，最后被杀，第3天后要复活。耶稣这一段话，他都点出了。再来接下来最后的半年当中，谁会害他？接下来最后的6个月当中，谁甚至还会杀他。但是他也告诉他们，当他被杀死后，他真的会死，3天后复活。可是彼得他却，这个还不是在这段经文里面。彼得呢，他却跑过来告诉耶稣说：“好，耶稣你千万不可。”而且圣经说，彼得就责备耶稣。耶稣，你哪会使安尼袂使啦？你戆囡仔啦，好，那下面去用抬死。好，彼得责备耶稣，但是呢，耶稣反过来斥责彼得说：“撒旦，退到我后边去吧。”你有没有人可以接触后面那句话？撒旦，退到我后边去吧，因为你不体会神的心意，而是体会人的心意。好，这是和修版。好，如果是和版，就是你不体贴神的意思。体贴人的意思。耶稣前一秒还在称赞彼得，我要把这个天国的磁扣交给你了，以后当你到天国门口的时候，你这个磁扣拿出来一逼就可以进去了。可是现在下一秒钟，耶稣叫彼得是什么？什么蛋？不是撒旦，撒旦。好，撒旦退到我后边去，因为你的意思，你的头脑里面体会的是人的想法，人的想法就是想要远离这些危险的事情，人的想法就是想要远离这些苦难的事情，不要去承担的事情，没有人要做的事情，我也不要做，这是人的想法。体会神的意思是前面我讲的，没有人敢做。好，我有信心，反正做了会死，但是我有得救的生命。好，耶稣是君王，是弥赛亚，所以我敢去做。所以我有得救信心，所以体会神的意思，因为没有人做神的国就没有办法降临，神要做的工作就没有办法继续进行。然后耶稣就叫他的门徒来说：“好，我们后面终于可以念了，我们一起来读。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，必丧失生命。”凡要为我和福音丧失生命的，必救自己的生命。人就是赚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凡在这淫乱罪恶的世代，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，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，与圣天使一同来临的时候，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。这段话非常的重要，因为你有得救的信心，你有因信称义的信心、正确的信心，还有得救的信心。你要知道接下来怎么叫做背起十字架。背起十字架，好，就是一个跟从耶稣。跟从耶稣就是要舍己啊。舍己的意思，好，这个翻译其实还没有翻得够准确。好，他也不是说牺牲自己或是自虐。舍己的意思就是看清自己，我们一起说一次：看清自己。那你看清自己，你要看重什么？他的意思是，其实是一个比较级，舍己就是把你自己退出来，把更重要的放进去。人都会把自己看得很重要，好，所以我刚才举了一个部长、一个市长的例子。可是呢，舍己就是你把更重要的放在你自己的前面，所以意思就是看重就是神。所以一个背起十字架的人，就是他会懂得分别这个优先次序，把上帝的看得比自己的更重要。所以后面的意思就可以继续理解：救自己生命，必丧失生命。那个丧失生命也不是指你真的死掉的意思，丧失生命是指你的生命不是最重要的。好，你不会把最重要的事情当做自己的生命，爱惜羽毛啊，爱惜自己啊，然后这个也不行，那个也不行，而是你会把因为更重要的事情在前面，所以你的命就不再是那么重要的。而为我就是耶稣和福音
丧失生命，就是你有个优先顺序的，你就反而救了自己的生命，就是让你的生命更有价值。但是人若赚了全世界，好，却失去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所以在这段话里面有2种人，第一种人想要救自己的生命，最后他都不敢死，都不敢去牺牲，好，然后一定要躲在最后面，一定要到前面人都死光，自己才要出来上场。要救自己生命的，最后他的生命那个丧失，就是不再有那个价值，不再是那个重要的价值。第二个，同一个人，他想要赚全世界，他留住他这个命，想要赚得更多，想要得到更多。可是当他得到了，可是没有那个生命，这些的全世界对他来讲有意义吗？贾伯斯是谁？你知道吗？贾伯斯，好，如果你要用 iPhone， 现在我相信有一些人用 iPhone 的，可能已经不认识贾伯斯了，好，因为他已经2012年的样子，好，已经死了10几年喽，是2012嘛，好，他已经胰脏癌死掉。但是，当我们想要赚得全世界，好，可是你最后你没有办法好好去享受，因为你连命都没有了，这些东西又有什么益处呢？好像如果你一辈子赚很多的钱。好，这一堆钱在你要离开的时候花不完，怎么办？昨天的新闻说，一个台大股友社好的学生，台大学生，他在2年内用15万赚了多少钱？赚了1000多万。台大的学生哦，这边有没有台大的学生？2年内他用15万赚了1000多万，他等于是几乎快要赚到他的退休金了，他几乎还可以不用去上班。但是如果他的人生就只有这样子，他可能可以继续赚了5000万，赚上亿元。可是他的人生都是在那边操盘，他的人生就在那边盯着股票，他的人生可能就是只有这些数字，这就是他的人生。到最后到天堂的门口，你觉得他可以靠这个股友社从15万赚1000万？就可以当做他的钥匙磁扣，一刷天堂的门就打开吗？如果是这样，圣经就告诉我们了，好，每个人都要去买股票，每个人都要去赚更多的钱。可是耶稣告诉我们，人若赚得全世界，却赔上自己的性命，有什么益处？这些钱可以多买生命的1秒钟吗？有时候我们是优先顺序没有搞清楚，你觉得生命比较重要，还是钱比较重要？好，那时候 iPhone 出来的时候，中国大陆很多的年轻人为了要买 iPhone， 他们割什么？好，你们都知道，把肾割掉。那请问他的肾现在长出来了吗？一辈子没有肾那请问那只 iPhone 现在还在吗？他割掉去换的那一只 iPhone 现在还在吗？早就算在，你那个苹果公司也不去更新它了，好，也不会再去更新它，都已经这么久了，10年以上了。人若赚得全世界，可是没有搞清楚，头脑不清楚，真正哪个重要？生命重要，金钱重要，你的肾比较重要，还是一个新的 iPhone 手机比较重要？而更重要的是，比你生命还重要的东西，就是主和主的道。所以这一些人就是把上帝、把耶稣和耶稣的话当作耳边风，好，不理他，而且呢，羞于见人。到真正天堂门口的时候，那个人他要被当作可耻的。可是另外一批人在左手边的，耶稣说的这一批人就是舍己，就是懂得自己退出，然后呢背起十字架承担，然后呢跟随耶稣，为了主，为了福音，为了上帝的话，愿意让自己的生命不再那么重要。他不会再那么秀培，以前可能都要梳妆打扮，以前可能都要养生，但是现在为了读圣经啊，这个没有化妆没有关系，好，没有那么养生没有关系，把自己的生命退出来，上帝的生命比较重要，他最后必要救自己的生命。所以这里有2种人，所以让我们知道说，一种舍己的十字架可以让我们得救，但是另外一种是想要救自己的世界，最后得到什么？得到耻辱要被神看作可耻的，当作可耻的。你会发现，哇，好厉害哦，这么会赚钱，好厉害哦，爬到这么高的地位。可是到了天国的时候，人家眼中的好厉害，到了天国变成好丢脸。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这是一个风险 ，risk， 就是你花了这么大的努力，
这么大的代价，哇，你这一辈子就是为了这个而活。可是到了天堂门口，却在上帝眼中当作是一个可耻的事情。这是一个悲哀，是一个悲剧。但是呢，耶稣早就已经告诉我们，圣经2000年前，快要2000年了，他就已经写下来告诉我们的。最后一个，我觉得比这个还要悲哀的，就是这个少年官的故事啊。好，刚才我们开始读的马可福音第10章17到31节，讲到一个年轻人。这个年轻人呢是一个犹太人，他跑来耶稣的面前，他头脑很好，他问了耶稣前面都没有人问过的问题：夫子、拉比、善良的老师，我该做什么事情才能够承受永生？其实他也一直想要像彼得一样拿到这个天堂的磁扣。等一下结束之后不要来找我拿这个，我因为有这个道具很好用。好，他也想要找到这个天堂的磁扣。耶稣对他说：“你知道诫命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作假见证，不可亏负人，孝敬父母。”那个人说：“有啊，我从小都遵守了。”耶稣就看着他的眼睛，然后呢，圣经说就爱他。所以彼得看得出来，这一段是彼得说的，马可写的。彼得知道耶稣看着那个年轻人，看着他的脸，耶稣爱他的心都在耶稣的表情上。彼得知道。然后耶稣说了一句话，说了什么呢？他说：“我该做什么得永生呢？”他说：“诫命你是知道的，你还缺少一件，你只要做完这一件，你就可以拿到磁扣了。哪一件呢？”耶稣说：“去变卖你的所有的，然后分给穷人。第3件来跟从我。”看起来是3件事情，但是就是一件事情，就是你的钱太多了。把你的财产变卖掉，变卖掉不是拿去买股票，去分给穷人。这件事情做完之后，你就可以来跟从我。换句话说，你来跟从我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像彼得一样拿到天堂的钥匙和磁扣了。可是这个少年官却怎么样？圣经说，这个少年官当下听了这句话，脸就变了色。他的脸就改变了，然后下一个动作忧忧愁愁就离开了，就走了。然后彼得还帮他加一句话：因为他的钱很多，他的产业太多了，他放不下。所以在天堂的门口，钱很多不一定可以帮助你进去。在天堂的门口，钱很多可能是个灾难哦。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，钱很多可能是个灾难。什么灾难？耶稣解释哦。耶稣看到那个年轻人走，他本来很欣赏这个人，走了之后，耶稣就对旁边人说：“有钱财的人要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！孩子们要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！”说第2次哦，骆驼穿过针眼，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。骆驼是那个时候他们可以看到最大的动物，针是他们那时候可以针的眼，就是那个针好的穿线的那个地方。现在我们都很少在拿这个，是最小的一个洞。那么大的动物要进去那么小的洞，好，真的是不可能啊！好，那是不可能。所以这一段圣经通常有2大解释，一个就是最大的动物要挤进去那个最小的洞。意思就是 impossible， 有钱人永远不可能进天国。你觉得可能这样子吗？我觉得比较不合理。那意思就是宣告说，每一个信耶稣的人，通通都要变卖一切的财产，免得将来进不了天国。好，但这我觉得比较不是。另外的解释是骆驼，好，他要进针眼，因为在当时的耶路撒冷的城门。好，他们有一个门叫做针眼门，好，就是你现在图片上所看的那个针眼门呢，好，不是那个城门的名字，而是它的大门下面还有一个小门。这个小门是在晚上几点钟之后，大门就会关上来，然后只剩下那个小门。所以你要进出那个门的时候呢，就要晚上的时候，好，特定的时间就要从那个小门进出，目的
就是怕晚上如果有人攻打的时候，他们不会一下就把大门冲破，小门他们没有办法一下挤这么多的强盗啊、土匪啊、坏人啊，所以晚上骆驼也要进出。比如说像约瑟，耶稣的爸爸妈妈，他们晚上找不到客栈要进城门，然后那个骆驼也要进去啊，总不能让骆驼在城外面过夜啊，隔天早上起来可能就被野兽吃掉了。所以那个骆驼要进去的话，就要怎么样？怎么进去那个睁眼门？骆驼它就要跪下来。好，你们有没有人坐过骆驼？有，真的有坐过骆驼没有？骆驼好，它如果本来站起来的话，骆驼都比人还高，可是它跪下来的时候，大概就是只有到这里，所以阿拉伯人骑骆驼，他就可以跨上去。所以骆驼要进去睁眼门，好，就是骆驼要跪下来。好，那这个整段的意思就是另外一种解释，就是人要屈膝，人要谦卑，人要顺服降服，你还是可以进去天国。我比较 prefer 这样的解释，否则有钱人是永远不可能，最大的动物你永远过不了那个最小的洞。好，但是呢，耶稣他后面还讲了一句话：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凡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弟兄姐妹、父亲母亲儿女田地，没有不在今世得100倍，就是房屋兄弟姐妹母亲儿女田地，而且要受迫害，来世得永生。这里有一个今世，有一个来世，所以基督徒有没有来世？如果你没有看到这个经文以前呢，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说，基督徒哪有来世？好，那个来世就是指好像来回啊，还再去投胎。它的来世就是指我们进天国之后的生命，就是我们将来的生命。所以你的今世就是你现在在地上活着的样子。来世就是你将来的生命，而你在今世就会得100倍。好，背起十字架，为了耶稣，为了福音，撇下就是舍己，就是把更重要的放在前面。耶稣说，其实这是一个祝福。他赚的，我来问一下，你要怎么一个房屋赚成100间房屋？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得100倍哦，而且耶稣都列出来哦。你的本来是只有1间，你为耶稣放弃1间房屋，但是这个要很小心。你为耶稣放弃1间房屋，你在今世还没有见到耶稣进天堂以前，上帝就祝福你得100倍，好，100间房屋，你觉得有可能吗？这个你有兄弟在今世，你就有100个兄弟，我觉得这很有可能，因为你来到教会，迦南教会，你可能家里面只有个弟弟，你到迦南教会里面呢，哇，马上就有100个兄弟姐妹，大家在耶稣里都是一家人。但我觉得这100个房屋也是一样啊。既然我们都是兄弟，都是一家人，那你的房屋不就是我的房屋？我去你家好像去来到我家，好，也是 welcome， 好，也是等于好像大家都是属灵的家人一样，好像使徒行传第2章，好，大家可以一起弟兄和睦同居。可是呢，我刚才说要小心的意思就是，这段圣经，好，如果在成功神学来解释的话，那就要很小心。如果你听到的是说，好，你在今世为耶稣所奉献的，耶稣就要给你100间的房子，好，给你100倍的祝福，你奉献的乘以100，然后就因为这样子来奉献，好，那就是很小，那就变成你是目的是为了钱而奉献，但是耶稣你是为了耶稣而奉献牺牲，这个中间是有差别的，你听得出来吗？好，如果你听不出来，你就要很小心。成功神学是你的动机、你的目的是为了得到更多的钱。但是真正的得救的信心，你是为了耶稣，这些你都愿意放下，好，你都愿意放下，好，不管有没有100倍，不管有没有100倍，但是耶稣已经告诉这些人，你们会得到今世得100倍，来世得永生啊！所以得救的生活，耶稣说为我和福音撇下，就是退出后退，今世得100倍，来世得永生。但是刚刚中间有一句话，有没有人注意到？只有在马可福音才看得到。今世得100倍，来世得永生。中间还有一句话，这句话叫做，我们一起来念，并且要受迫害。你想要今世得100倍，来世得永生，大家都想。可是有人想要得迫害吗？有人想要被人家讨厌吗？有人想要被人家丢石头吗？有想要被人家抗议吗？我告诉你，有，而且来很多。你想要被迫害，
很简单，你就去选总统吧。你接着去参加选总统，马上就会有另外一堆的人，好，就算有很多人支持你，也会有一大票人反对你，好，就迫害你，好，然后就在新闻啊，就在节目啊，就在 TikTok 上面啊，就到处攻击你，说你的坏话。如果你被迫害，你要不要继续选下去？所以我觉得政治人物都是很有信心的人物啊，从政好，真的他们已经都是打好了预防针，好，愿意勇敢去面对受迫害。但是基督徒比从政人物好更加的要预备你的得救的信心，好，就是今世得百倍，来世得永生。但是你已经预备好了要受迫害，所以像陈时中好当上卫福部长，好，就算发生了这个 COVID-19 的事情，他也预备好，表示他的信心预备得很充足啊。而最后耶稣说，我们来念后面这2行：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，在后的将要在前哦。好，请那个我们的司琴来到台上。在前的将要在后，在后的将要在前哦。你知道你今天坐在这边礼拜，你的前面有多少人已经在这边礼拜了？那在你前面的那一些人，我要问的问题是：他们现在是在你的前面，还是在你的后面？牧师曾经在你们的前面，我啦，好，因为我比你们还早，好，可能就在迦南；有的人好，比你们还早就在这边聚会，但也有一天，也有可能我会在你们的后面。如果你们在我的前面，我会为你们感到开心；但是如果是因为我自己不努力，我自己拿错了天堂的钥匙，而掉到后面去，那我会很难过，我会觉得我的人生好，因为这样跌倒了，没有办法进天堂。前后，意思说到天堂的门口也需要排队。每一个要进天堂的，不是啪1秒钟大家全部都进去，而是排队，有人在前面，有人在后面。我曾经看到很多的人在前面，但是也看到有一些人从很前面的掉到后面了，那也看到在很后面的，包括今天还在我们当中的，可能在几年前，在以前你们都是很后面，可是现在你们在前面。你为什么能够在前面？我知道，因为你们有信心，你们有因信称义的信心，你们有无比厄运的生命，你们愿意承担，你们愿意付出，所以神就把你 push， 让你离天堂更近了，离天堂的门口更近了。但是当你在天堂门口更近了，你也要不断的努力，因为耶稣已经告诉我们，有许多在前的，却将来会在后面。将来在天堂门口，他可能已经信心退后，爱心冷淡，就像所罗门王，他曾经是躲在我们的多前面，可是他现在他的信心，在他离开世界的时候，他的信心如果错误，在天堂的门口他是没有资格的。今天我们讲到得救的生活，有物质的生活，看到5饼2鱼的故事，是要告诉我们要学习基督，分享基督。信心的生活，看到彼得如何正确的宣告耶稣基督，你是弥赛亚，你是君王，是先知，是祭司，高举基督。而属灵的生活，就是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耶稣，因为耶稣要我们跟他一样承担，最后得救的生活，想到就是那个少年的官，你有办法活出基督，荣神益人。今天你得救，为什么你得救？我希望你好好的思考，为什么我能够得救？为什么我能够服侍神？为什么我能够在台上、在台下、在教会来服侍神？不是因为我长得比较帅，不是因为我的身高比较高，不是因为我的头脑比较好，都是耶稣基督。但是讲到要跟随耶稣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困难，而那个困难会不会让你原来的得救变成最后无法得救？
那个少年官说：“怎么样才能够得永生？”他忧忧愁愁的走了，忧忧愁愁的生活，忧忧愁愁的老了，从年轻到老了，他还没有回来跟随耶稣的话，他就要忧忧愁愁的进入阴间，天堂的门就再也看不到，他拿不到那个钥匙，他找不到。我们的祷告是要祷告那在后的，将来要在前，所以你不要小看。好，我这次回来迦南，我真的感受到这句话：你不要小看年轻人，你不要小看这些弟弟妹妹、小孩子，你不要看他国中生好不怎么样，好管他的，好不理他。国中生他心情不好，你给他一个鼓励，你给他一个陪伴，给他一个安慰，他很快就30岁了，他很快就当爸爸了，他很快就在社会崭头露脚了，而你却不知道你影响了他。他对耶稣的信心跑得比我们还前面呢。好，请祭拜团也来到台上，我们用最后这4句话，好，牧师要来送给大家，我们一起来宣告，请。我有5饼2鱼，能分享基督。我要因信称义，只高举基督。我愿背起十字架来跟随基督。我会荣神益人而活出基督。我们一起起立。高举双手，高举双手，赞美你我主，全心全人，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，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呼召，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，高举双手。高举双手，赞美你我主，全心全人，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，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呼召，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，跟随耶稣。跟随耶稣，爱我的主，我爱你耶稣，跟随耶稣，跟随耶稣，爱我的主，我爱你耶稣，闭上眼睛来说，跟随耶稣。跟随耶稣，爱我的主，我爱你耶稣，耶稣，我跟随你。跟随耶稣，爱我的主，我爱你耶稣，高举双手，高举双手，赞美你我主，全心全人，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，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呼召，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。有一个年轻人，他在聚会当中，他经历耶稣，他像那个少年的官一样，听见耶稣的呼召，耶稣叫他来放下跟随他。这个年轻人，他是台大毕业的学生。这个年轻人，他准备要出国去念书。这个年轻人，他想要回应耶稣的呼召，他就去找牧师，说：“牧师，耶稣呼召我要来跟随他，但是我的家人已经帮我准备好要出国去念书，要出去深造，怎么办呢？”牧师就为他祷告，说：“你要顺服神，你要听神的声音。”甚至牧师就陪这个年轻人去跟他的爸爸分享，上帝感动你的儿子，你的儿子想要献身，
你的儿子想要服侍神，他的爸爸听见了，当下就告诉他说，他要去念书，他要去念书，反对他的儿子献身。后来他的儿子真的去念书了，去到美国，用最短的时间完成拿到硕士的学位。很快的，他就在美国找到工作，然后在美国认识了女朋友，在美国结婚，在美国生小孩，在美国非常久的时间。可是这个年轻人跟他的爸爸，跟他在台湾，还有跟他在教会的弟兄姐妹就没有再联系了。他的属灵的同伴都没有再联络了。我现在要分享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，发生在我们当中。如果很多人都知道我在讲谁，在前的他本来在我们的台上就站在这个位置，他本来也跟我们一样是一个小组长，也当了区长。他也在暑假的儿童营当中，他当这个童工，带领很多小朋友。可是这个年轻人好像消失了，这个年轻人好像不见了。在上帝的国度当中，我在思考的是，如果这个爸爸知道这个年轻人去了美国，他的人生会走这样的人生，请问你是他的爸爸，你要支持他继续去美国念书，还是你要顺从上帝的感动带领？如果他献身，那个时候他去读神学院，在今天这个年轻人可能所做的会很不一样。我不是说这个年轻人现在在美国就不好，我知道他在美国很好，都很棒。可是问题是在将来上帝的国度当中，他的位置离天堂的门口很前面还是很后面？我希望我们今天在这边有很多的年轻人，如果在你的服事，在你的敬拜，在你的人生当中，你有得到上帝的呼召，你要好好的祷告，你要慎重的考虑。我不是说叫每个人都辞职，不要去念书，不要出国，不是，而是你跟耶稣的关系不能够断掉，不能够停下来。你跟耶稣都已经告诉我们说，没有任何的事物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耶稣已经做了一个决定，没有任何的事物停止耶稣对我们的爱。我们的回应不过是一点点。我鼓励我们大家，让我们能够不要成为那个少年的官，不要听见耶稣的呼召就忧忧愁愁的走了，而是听见耶稣的呼召，你可以好好的祷告，你可以好好的等候，但是你要跟耶稣继续联络，不要一辈子就再也不去找耶稣了，觉得这个挑战太困难了。期待我们在我们当中更多的人起来跟随耶稣，在迦南教会当中看到我们的下一代的年轻人更多起来跟随耶稣，让我们突破再突破。这个世界的确是需要努力，但是在上帝的国度当中，你一切的努力都是值得的，一切的付出的都是值得的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们要为今天马可福音的信息再一次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。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用重价所赎回的。在我们的人生当中，我们曾经有几次可以非常清楚听见耶稣的呼召。当耶稣呼召我们舍己，变卖一切，分给穷人，然后来跟随耶稣，这个功课求圣灵帮助我们好好的思想，好好的来祷告，让我们更有智慧，让我们更有信心，有得救的信心，有愿意承担的信心，让我们知道跟随耶稣的人在今世要得100倍，在来世要得永生。即便再多的逼迫，即便
再多的困难，跟随耶稣的人永不失败。愿主耶稣帮助我们每一位年轻人，帮助我们每一颗愿意回应呼召的心。不论今天耶稣呼召我们成为招待的同工，耶稣呼召我们成为一位打扫搬椅子的同工，耶稣呼召我们做一个默默没有人看见的服事，哪怕是关心个国中生、一个小朋友、一个不认识的陌生人，我们能够把5个饼、2条鱼分享出去，都要得到奖赏，都要得到上帝的赏赐。也求主耶稣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把你的话听进去。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人，才能够进天国。遵行天父旨意的人，帮助我们一辈子都能够遵行天父的旨意。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，奉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，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，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鼓掌，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，一生一意，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鼓掌，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。拍掌，把一切荣耀来归给耶稣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！谢谢耶稣，赞美耶稣，哈利路亚！在你要坐下来以前，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，我们要一起遵行天父的旨意。我们要一起遵行天父的旨意，然后再跟他说，我们要一起拿到天国的钥匙。我们要一起拿到天国的钥匙。请坐。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，是一种感动出于甘心乐意，是一种行动为主圣工所用。心切切渴慕你主，我要紧紧跟随你，你恩典与慈爱永无止息，你心事直到永远。我望我的神，以你奇妙生命献上我的赞美。耶稣，主耶稣，就用我一生。耶稣，主耶稣，就用我一生。爱我们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主啊，谢谢你再次透过你的话语、你的圣灵、你的爱，再次吸引我们来到你的面前。主啊，求你赐予给我们一个得胜的生活，让我们能够永远的依靠你、顺服你、经受你的话语。现在我们献上时间、金钱、才能，为主圣工所用，求主悦纳。这样感谢祷告，乃是奉靠主耶稣圣名祈求，阿门。哈利路亚！让我们再次用这首歌来赞美我们的神。是我新生命，用全心盼望，得到完全的自由。你的自由在我心，赎回我生命，全因耶稣
高举全能，指望你荣耀掌权，主你大能将一切都更新。我满意的释放，不再受到捆绑，你是一切所需，愿世界看见我为主发光，愿世界看见我为主发光，我为主发光。哈利路亚！拍掌把荣耀归给神。哈利路亚！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为今天美好的聚会，愿上帝你的话语成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帮助、圣灵感动，与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，使你们能够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耶稣，有得救的信心，也有得救的生活，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。阿门。请坐。有音乐哦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敏媛 ，Hello， 我是那个嘉青的组长，这样子，所以如果你有看到一些学青啊还没有来嘉青小组的，就要赶快叫他来嘉青哦，哈。好，那今天有没有来到这里的新朋友啊？看看左边，看看右边，有没有不熟悉的朋友？好，没有 ，OK， 那跟你旁边的说，下周还要再看到你，下周还要再看到你。怡芳，你是染头发的人。我刚刚想说那个是新朋友还是谁？好 ，OK， 那我们今天呢，感谢我们的陈柏志牧师，然后来到我们周六礼拜来讲道跟勉励，我们一起拍手感谢陈柏志牧师，让我们一起有得救的生活哈，要多读圣经哦。好，那很重要的是3月24号的礼拜天，就是下礼拜日的9点半，是我们召开2024年临时会员合会。那当中只有一个礼拜，那要进行我们迦南教会第6任主任牧师的遴选。那请记得一定要来哦啊！如果没办法来的，一定要跟你的小组长。对，然后要请假，一定要请假，跟你旁边说一定要来，一定要来哦，一定要来哦，没来的一定要请假，没有来一定要请假。对，好，那接下来会有一个陈牧师的影片。这是在介绍我。各位迦南的家人平安，感谢上帝的带领。让我在2005年到2015年共10年的时间，参与迦南教会的团队侍奉和嘉光教会的建造，这也是我人生当中成长最多的阶段。感谢郑正仁牧师带领的团队，也感谢迦南兄姐们热情的接待，让我带着迦南教会的祝福前往各地服事。一转眼又过了将近10年的时间。在这10年当中，我深刻感受到学习圣经和传承使命的重要，因此我不断祈求上帝帮助我在牧师生涯中能把这2件事做得更好。感谢本会聘牧小组的推荐以及全体小会员的接纳，在3月初正式向新竹中会禀请拣选我为本会第6任的牧师。如果是10年前的我，必定觉得惶恐不安，生怕无法担此重责大任。但经过全球疫情的冲击之后，我更担心，若再不加紧脚步，为主做工，奠定圣经和传承下一代的使命，教会和教会的将来将受到更大的冲击。自从我2020年正式向上间教会提出辞呈之后，共收到很多国内外教会聘牧的邀请。对我而言，如何拒绝教会，比如何选择教会更感到头痛。但更担忧的是，不论是海内外教会，教会欠缺合适的传道人，已是白热化的问题。大家不要误会，我不是说我是合适的传道人，而是我看到太多的教会没有把心力投注在学习圣经和传承使命上面。因此当牧者离开之后，许多教会
没有传承，几乎空转，实在是相当的可惜。我很希望能和大家更多分享我的领受和感动。如果是合乎上帝的旨意，也合乎大家的期待，相信我们可以一起在同样的目标上面来前进。如果不是合乎大家的期待，那我们也可以彼此的祝福。上帝国服事的道路是非常宽阔的，祝福迦南教会能够顺利选出合上帝心意也合适迦南教会的牧者，也祈求圣灵的带领，让使徒行传能够继续在桃园迦南教会写下新的篇章。愿上帝祝福大家平安。讲得真好，哇，对，讲得真好，我们已经给陈牧师一个掌声。对，这是很棒的一个很棒，很棒的一个简介，这样子哈。所以请记得有陪参会员的身份，你一定要来投上你神圣的一票哦。可以投票的举手一下，我来巴结一下。我来检查一下。不会，我们就一起期待下礼拜的结果哈。好，2024年我们召开第一次的生日助学金哦。那请记得截止时间快到了，是3月24号，所以一定要妥善的写你的申请书，要缴你的成绩单。对，赶快学青们赶快申请哈。好，那将来有个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儿童牧区在2024年的复活节的那一天，3月31号有一个特别的活动。那它的名称是出生入死活力 Go。那请记得是在早上的10点半到2点半，在601教室举行哦。好像会有非常丰富的游戏啊，玩游戏哦，有吃的有喝的哦，对，非常的好玩。这样，请记得一定要去哦。好，那再来就是我们的3月30号的2点15到3点半，然后在我们601召开我们的招待训练。那请记得招待同工要预备心来参加。那如果你想担任招待，然后还不是招待，可以来吗？可以，对，全部学员都要去哦。好，那请记得跟招待组长报名。OK。那接下来就很重要的一个是投影训练，就是我们的3月23号跟3月30号的这个日期的2周，然后只有2周两个礼拜的白天，对，9天。礼拜六。2个礼拜啊，这2天，对，3月23号跟3月30号，对，早上的9点到12点，12点就是 Pro Presenter。大家有看到今天很棒的投影吗？很棒的我们的背景，觉得很漂亮的举手。对，我也觉得很漂亮哦。那我们先掌声一下，给我们后面的那个投影的同工们，非常的厉害哦。他们今天有给我们示范一下很棒的 Pro Presenter 的这个程式。所以如果你想学呢，请记得一定要在这2天，请记得报名参加哦，而且是免费的。服事要专精，就是要找我们的诚心。上面是诚心哦，这个照片是不是，但是不诚心会讲，没了吗？还有一个，他不理我。哦，好，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，青年牧区的退球会在6月9号跟10号，在我们苗栗南庄。那其实有很多同工已经参加了哦，那请记得，还可以报名吗？如果有想要当同工的话，对，通通给我报名。好，那没了，好，那就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小组时间，就进行我们的小组喽。期待下礼拜看到大家，拜拜。